佢被譽為天下劍仙之首，係民間最有人氣嘅神仙之一。但係歷史上嘅佢唔單止文武雙全，甚至佢寫一本書仲影響咗現代心理學同量子力學嘅發展。而且佢寫嘅一首詩更加俾金瓶梅引作警示世人嘅開篇。佢就係八仙之一嘅呂洞賓。講起呂洞賓，好多人以為只係傳說中嘅人物，其實佢喺歷史上係真實存在嘅。呂洞賓原名呂岩，出生於唐德宗貞元14年，亦即係公元798年。而且呂洞賓係官宦世家出身，佢嘅祖父呂惠係唐代宗時期嘅禮部侍郎，佢父親呂陽曾經做過海州刺史，甚至據講柳宗元仲係呂洞賓嘅表叔添。而且呂洞賓嘅祖籍同柳宗元一樣，都係河東郡，亦即係今日嘅山西省。但係呂洞賓呢，就係山西芮城縣永樂人，而且喺芮城縣入邊呢，有一個永樂宮，就係元代為咗紀念呂洞賓修建嘅。呢個永樂宮被稱為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甚至呂洞賓仲係同東華帝君黃元虎、正陽祖師鍾離權、海禪帝君劉元英，仲有全真派創始人黃重陽並稱嘅道教北五祖，睇得出呂洞賓喺道教嘅地位有幾高啦。嗱，我哋知道按照慣例，異人出世必有異象，唔係電閃雷鳴就係有龍降臨，或者有飛禽仙鶴出現。但係同道教相關嘅傳說度呢，通常都會有仙鶴嘅。所以呂洞賓出世嗰陣時，就有一隻白鶴衝天而下，飛去佢母親嘅帳入邊消失咗，跟住呂洞賓就出世啦噃。而且呂洞賓出世之後，間屋入邊香到不得了，仲有仙樂陣陣，世人都話係異人異象。呂父都認為自己呢個蘇蝦以後一定大有作為，所以自細就將佢悉心培養。呂洞賓呢亦都不負眾望，自小就聰明過人，過目成誦。大個仔之後更加係英姿瀟灑，風骨不凡。根據《列仙傳傳》記載，呂洞賓生到成個仙風道骨，鶴頂龜背，身長8尺2寸，亦即係2米4左右。總而言之，呂洞賓就係一個有顏值、有才華、有背景嘅高富帥。而且根據記載《全唐詩》入邊仲收錄咗呂洞賓大約200幾首詩。譬如話佢好向往安然自樂嘅生活，於是就寫咗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明。而且佢好思念友人，於是寫咗落日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納盡梧桐影。佢講大詞人柳永嗰句愁水終難整，又是納盡梧桐碎影，就係借鑒呢首詞嘅意境啦。再比如話佢寫合骨柔情或者劍氣縱橫，於是就有咗得道年來800秋，不曾飛劍取人頭，背上合中3尺劍，為天且是不平人。不過最有名嘅詩呢，仲係嗰首警世噃。呢首詩仲放咗《金瓶梅》嘅開篇添。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凡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呢首詩啊，被後世之人稱為警世之王。其實喺某種意義度嚟講呢首詩係告誡世人唔好貪戀美色。如果唔係，呢首詩都唔會叫做警世啦。呂洞賓除咗識寫詩之外，仲同我哋創造咗個歇後語，就係九秒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就係形容啲人啊不識好歹。不過九秒呢就唔係講九噃，而係講一個叫做九妙嘅書生，佢係呂洞賓嘅好朋友。嗱，話說九妙家境貧寒啦，但係讀書就好勤力認真嘅。於是呂洞賓就請九妙去自己屋企嗰度住，而且資助佢讀書。後嚟呂洞賓屋企嚟咗一位客人，佢見到九妙一表人才，讀書又用功噃，於是就同呂洞賓講：
想將自己個妹許配俾九廟。呂洞賓驚九廟貪歡耽誤前程啊，於是就推咗。但係估唔到九廟佢自己呢，聽到話嗰個小姐樣貌好俊美嘅，佢執意就要應承呢頭親事。呂洞賓諗咗好耐，終於都同意啦。佢同九廟講：既然你自己都立定心水咯，我費事咗你啦。不過成親頭3日，我要同個新娘瞓噶噃。九廟聽完嚇跳，但係寄人籬下有乜計呢？再講啦，婚禮用嘅所有噼里呱啦金銀財帛冚唪唥都係呂家支出嘅，自己搵個先刮下沙都冇。諗嚟諗去，應承就應承啦。咁九廟成親呢一日，呂洞賓好高興，騰嚟騰去，好似自己做新郎咁噃。而九廟就覺得好瘀，直頭匿埋唔見人添。到咗夜晚，送走晒啲客人啦，呂洞賓就入咗洞房，新娘子就冚住紅蓋頭坐喺床邊。不過呂洞賓就冇走去揭佢個紅蓋頭，而係粒聲唔出，坐埋一邊喺度睇書。新娘等到半夜，個丈夫做乜仲唔上嚟嘅呢？於是自己唯有着住啲新娘衫就瞓啦噃。天光一醒，個老公唔見咗噃，一連3晚都係咁。個新娘子恨到不得了啊，個心。再講翻九廟啦，幾艱難先挨到3日。一入洞房，見到娘子喺度傷心落淚，低頭喺度喊。佢就問個相公做乜結婚3日都唔掂自己，淨係對住燈火讀書，天黑先嚟，天光就走啊？咁樣一問九廟就擘大個口得個窿。個新娘擔高頭一睇，咦，做乜個老公唔同咗樣㗎？搞咗咁耐，兩公婆先至明白，呂洞賓真係為咗佢前程好嘅啫。幾年之後，九廟果然金榜題名，做咗大官。兩夫妻就同呂洞賓一家灑淚而別，去外地赴任啦。眨眨眼就8年啦噃。呢一年夏天，呂家火燭燒通頂，呂洞賓同個老婆呢，唯有就揾啲磚瓦搭咗間茅寮喺度暫時棲身。日子唔使講梗係過得艱難噶啦。呂洞賓唯有出門去揾九廟幫手啦。一路歷盡千辛萬苦，終於揾到九府啦。九廟知道呂洞賓屋企火燭之後就好同情，日日都好食好住招呼佢，但係呢，一啲都唔提幫手噃。呂洞賓住咗幾個月，一個崩都攞唔到，佢就仰天長嘆啦，話人情紙咁薄，一上位就唔識人咯。佢嬲爆爆就不辭而別啦。咁佢翻到屋企呢，見到自己嗰間爛茅寮忽然變咗間新屋噃，佢個心打個突啦。自己出遠門，得老婆細路喺屋企，點解會大興土木嘅呢？再行埋門口一睇，哇！當堂嚇到個心離一離。門口兩邊黐咗白紙，屋企死咗人。佢即刻衝入去一睇，哎呀，不得了啦！一大副棺材就擺正喺屋企入邊，個老婆披麻戴孝，喊到湯豬咁聲。呂洞賓係拗晒頭啦，佢幫邊個戴孝啊？跟住佢輕輕嗌一聲娘子，娘子擰翻轉頭一睇，哎呀，嚇到魂魄都唔齊，口震震就問佢：你係人定係鬼啊？呂洞賓更加拗晒頭啦！阿老婆，你做乜咁講嘢啊？我冇穿冇爛翻嚟噃，做乜係鬼啊？個娘子睇咗半日，先至相信係自己個老公翻咗嚟。原來呂洞賓離開屋企冇幾耐，就有一大班人走嚟幫佢起屋啦。起完屋就走咗添。早幾日中午有班人抬住副棺材過嚟，話呂洞賓喺九廟屋企病死咗。個老婆一聽當堂喊到收唔到聲啦。今日喺度喊緊，個老公就翻到嚟啦。呂洞賓一聽咁先知道係九廟喺度玩嘢，佢好嬲即刻執起把斧頭一嘢劈落副棺材度。點知副棺材啪一聲裂開咗，裏邊係金銀珠寶，仲有一封信噃。咁呂洞賓即刻攞起封信打開嚟睇，入邊寫住咩？九廟不是負心郎，怒送金銀加蓋房。你讓我妻受空房，我讓你妻哭斷腸。呂洞賓到家先知道，原來係呢個賢弟撚化自己，
從此啊，兩家人呢就更加好啦。咁狗廟呢個名啊，國語呢就讀狗咬，同狗咬係一樣嘅噃，所以傳下傳下就變咗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但我哋前面講過，呂洞賓屋企世代為官嘅，所以佢自細都有個考進士、光耀門楣嘅理想。不過雖然佢才華橫溢，但係仕途呢樣嘢咧，唔係你話想點就點嘅。佢科舉年年不中，呢啲可能就係所謂嘅先文不入俗人眼，非是豬衣不點頭。咁佢考唔到，心情唔好，結果就整翻次即興旅行。佢一路遊盡天下名山大川，幾多奇珍異景盡收眼底。最後一站，佢去到江西廬山，亦係喺呢度，佢遇到人生之中最重要嘅轉折點。呂洞賓喺呢度撞到覺元大師嘅弟子鄭思遠，亦即係古籍入邊嘅火龍真人。火龍真人話自己一早喺度等咗好多年，目的就係為咗要傳授一套天遁劍法俾呂洞賓，希望佢以劍入道。嗱，呢樣嘢雖然冇正式記載啊，但係呂洞賓呢就留低一首詩噃。呢首詩呢就叫做《得火龍真人劍法》，昔年曾遇火龍君，一劍相傳半此身。天地山河重結沒，星辰日月任停輪。咁從此之後啊，呂洞賓呢就成為一名劍術高手，因此喺民間佢又叫做劍仙噃。雖然佢身懷絕學，但係佢仲係好想去做官。之後嗰幾十年，佢都係一路寄情山水，一路參加科舉，但係始終屢試不第。直到公元859年，64歲嘅呂洞賓再一次嚟到長安參加科考。喺呢度，佢遇到改變佢一生嘅人呢。呢日呂洞賓出門飲酒，喺間酒館度呢，撞到一個青衣白袍嘅中年人。中年人喺個牆壁度提緊字，睇起身就好瀟灑嘅。呂洞賓問佢咩姓名呢？個中年人話自己叫做鍾離權，字雲房，常年住喺終南山嘅，而且講完仲邀請呂洞賓一齊去終南山隱居修道。咁呂洞賓聽完呢就唔制噃，佢話等自己考咗官，光耀門楣啦，然後隨時都去得啦。鍾離權聽到之後呢，淨係笑笑。到咗夜晚黑，鍾離權同呂洞賓就喺酒館嘅客房度休息。鍾離權喺度煮緊飯，呂洞賓呢就瞓喺度，好快脆瞓着咗添。跟住就發咗個夢啦。佢夢到自己考中進士，官場得意，一直高升，最後做到宰相嘅職位，而且子孫滿堂，極盡榮華。但係因為權位太高，引起奸臣嘅妒忌，冇幾耐就俾人陷害，判咗重罪，家產充公，妻離子散。臨到老啊，自己一個人窮困潦倒。當佢騎住隻馬企喺風雪入邊嗰陣時，覺得自己好淒涼，突然成個扎醒。呢個時候，鍾離權見到佢醒啦，就話：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衰。呂洞賓就嚇跳，唔通先生知道我嘅夢？鍾離權就話：一生榮華富貴，眨眨眼就過噶啦。得到乜嘢都唔好覺得咁高興，失去乜嘢都唔好覺得悲傷。只有嗰啲睇透世間紅塵嘅人，先知道人生只係一場夢啫。呂洞賓就當場頓悟啦，高官厚祿、榮華富貴都不過係過眼雲煙。跟住呂洞賓即刻跪低求鍾離權收佢為徒，但係鍾離權呢，驚佢意志唔堅定噃，想試試佢求道嘅決心，就話：你只要通過10樣考驗，我就收你做徒弟啦。而鍾離權亦即係8仙之一嘅漢鍾離，佢想試下呂洞賓係咪真係咁有誠意想學到，於是親自導演10試呂洞賓呢個精彩劇目啦。第一次，呂洞賓有日出去翻嚟，突然見到全家人暴病而亡噃。呂洞賓又唔悲傷又唔悔恨，淨係揾人置辦壽衣棺木，準備料理後事啫。過咗冇幾耐，啲屋企人全部翻生，咁係鍾離權對佢生死觀嘅考驗。第二次呢，呂洞賓去市集賣貨，傾好價錢之後，個買主反悔，淨係肯出一半價錢啫。呂洞賓就冇同佢嘈，
一個崩都唔要，送晒啲貨俾佢。呢樣就係對呂洞賓財力觀嘅考驗。第三，大年初一，呂洞賓諗住出門嘅，撞到個乞衣挨住喺隻門嗰度乞食。呂洞賓即刻施捨啲財物俾佢啦，但係個乞衣就掠住佢，仲想要更加多嘅嘢同錢，而且仲講粗口問候佢全家。但係呂洞賓呢，淨係笑騎騎咁喺度沙冧，呢樣係對佢慈悲心嘅考驗。第四次，呂洞賓喺山入邊放羊，咁啱有惡虎追羊，佢挺身而出，以身擋虎，但係老虎呢就自己走咗噃。呢啲就係對佢勇氣同犧牲精神嘅考驗。就係咁，經過幾年嘅時間，鐘離權一共對呂洞賓進行咗10次嘅考驗，呂洞賓都用平常心對待，將世間繁華睇到好淡。最後鐘離權收咗佢做徒弟，並且傳授咗佢靈寶秘法呢啲道法。而呂洞賓勤勉修行之後得道成仙。佢講呂洞賓成仙之後一直留喺凡間。根據《宋史·陳摶傳》記載，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瞳眼，步履輕快，頃刻數百里，以為神仙。皆素來專齋中，人咸易知。而且陳摶話自己曾經俾呂洞賓指點過。計翻時間呢個時候嘅呂洞賓已經差唔多200歲噶啦噃，聽起身就覺得幾玄幻嘅。但係有學者認為呂洞賓係修道者，有咁長命唔出奇啊。宋代學者邵伯溫喺《邵氏文見錄》一書入邊記載，佢親眼見證一個喺5代時期嘅老兵，一路去到北宋元豐年間都仲在生，一共170幾歲。佢講呂洞賓得道之後寫過一本書，叫做《太乙金華宗旨》。呢本書所記載嘅主要內容就係喺佢修煉過程入邊發現嘅一啲哲學領悟同埋具體嘅方法。後嚟呢本書被翻譯成外文之後，喺歐洲好流行，影響當時好多歐洲嘅頂尖學者。其中影響最深嘅一個就係卡爾容格 （Carl Gustav Jung）。佢係近代嘅心理學鼻祖，而且卡爾容格用呢本書入邊嘅思想，最後完成咗自己嘅心理學理論，構建咗人類共同嘅集體潛意識海床。容格認為人類有共同嘅心理機能，可以透過遺傳嘅方式承接太古時期嘅潛意識。我個人就覺得喺我哋生活睇上去好求其嘅動作，例如話讀書寫字，有啲唔識嘅字你都可以順利讀出嚟。再譬如話你突然對第一次去嘅地方好熟悉，呢樣就係集體潛意識，佢令到每個人都會產生相應嘅信息，就算你唔了解真相都會係咁噶。後嚟榮格仲將呂洞賓嘅哲學思想同華夫岡包利交流，醫翻好佢嘅心理問題。華夫岡包利就係嗰個發現不相容原理，為人類開啟量子世界嘅天才物理學家。而我查資料嗰陣時仲發現呂洞賓竟然仲係非法業嘅祖師爺噃。據講喺明朝嗰陣，朱元璋做皇帝嘅，頭頂生完瘡之後留低咗笪瘌，咁每次剃頭都會覺得好痛噶噃。啲剃頭佬幫皇帝剃完頭，自己就冇咗個頭。呂洞賓知道呢件事之後，化身剃頭佬入咗去皇宮，佢將純陽寶劍變成剃刀幫朱元璋剃頭，仲順手醫好埋佢笪瘌添。自此之後凡有剃頭佬幫佢剃頭，佢嗰笪瘌都唔覺得痛嘞噃。班剃頭佬知道係呂洞賓祖師嘅功勞，所以就對佢好感激，奉佢為祖師爺。呂洞賓目前喺正史入邊嘅記載比較少，更多嘅仲係一啲道家典籍。不過咁樣都唔妨礙我哋喺呢啲故事嗰度見到佢嘅思想魅力同人格魅力。今期係咁多，下期我哋再見。